看交通部今仔去宜兰办高铁延伸计划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的公听会，环保团体是针对停驶的正当性来提出质疑，因认为讲自头到尾甲地方的沟通上少咯。也毋过现场嘛有未少民众是支持讲高铁当赶紧来施工，帮助在地发展，现场嘛发生冲突。环保团体伫咧公听会现场也摆反对高铁，所引起支持高铁建设的民众不满，互相起冤家，警方赶紧来调解。交通部伫咧初5到宜兰办高铁延伸宜兰计划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公听会，环保团体加支持高铁开发的民众拢来表达诉求。这个政策自头到尾拢唔捌问过阮在地居民的意见，规决策的过程拢无透明。环团认为，北宜高铁环评伤过啰嗦，而且相关资讯的公布甲地方的沟通拢无够，影响停驶的正当性。也担心计划切割大面积的农产甲自路，会破坏宜兰珍贵的农村环境甲生态资源，要有客观专业的评估。也团体认为，无起的林方案甲北宜高铁方案，拢要放伫咧计划内面。那如果说是在宜兰这个地方是住在这里，然后工作在台北的话，其实17分钟的这个车程，对一般通勤族来讲是非常适合的。有外关区的民众来公听会表达诉求，认为高铁延伸宜兰的方案应该赶紧开发，才能减少北宜之间的上下班时间，让更加侪人离开北部搬去宜兰生活。不要这样讲，这个草地比这个治不好，本来这是会有这个经济效益。这个特定区以后如果有土地增值的话，那个是开发商跟里面的地主获益，它并不是一个公共利益。因为高铁延伸宜兰的案件，特定区开发的范围大小也有无同的声音。而这么交通部规划是190公顷，不过地方希望会当扩大成为400公顷，并且都伫产业园区，认为安尼毋是炒地皮，是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。环团是认为，特定区的范围应该只敢限缩伫咧车站所需要的大小，而且特定区开发只敢会互开发商甲地主摕到好处，无符合公共利益。这边的公听会只敢针对高铁的路线，和大家表达意见。伫收集意见了后，所来交通部会委请宜兰县政府启动高铁特定区扩大成做400公顷的规划程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